台南19个文创园区推出着全新的游乐设施，来起一座15米高的大型的拱丘，欢迎民众来挑战。 这是体验19文创园区的新设施，民众的话休声。这座15公尺高的大型千秋是园区内新推出的游乐设施，要爱刺客人一个全新的挑战。还吊在上面的时候可以看风景，是还蛮好看、蛮漂亮的。但是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只记得叫，感觉很刺激，非常的刺激，我觉得比海盗船还要刺激。 这是园区甲专业团队讨论了后设计出来的新设施，希望讲伫国庆连假以前推出，要用上刺激方式挑战大家心中。最大的一个荡秋千，以没有船的海盗船这样子的形式，带着大家一起体验了。 这个全新体验，唔那是为老汤厂股注入新的能量，嘛要透过这个新设施来提振疫情后的观光人气。